您是否曾经好奇过，深红色的甜菜根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甜菜根常被忽视，但将其榨成之后，它就像是一座营养发电厂，变身为一种具有极佳健康益处的缤纷饮品。然而，尽管它越来越受欢迎，大多数人仍不知道这种看似平凡的根茎类植物对身体有多大的益处。您知道甜菜根汁好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视为天然的食疗配方吗？它含有能滋养身体、增强能量并改善健康的成分。当您每天饮用时，身体会发生什么变化？它会如何影响您的心脏、大脑或皮肤健康？您是否犯了某些可能限制其效益的常见错误？本文将为您揭示每天饮用甜菜根汁的12个神奇健康益处，如何正确制备以避免常见错误，以及需要留意的副作用。这些内容绝对不容错过。如果您是刚加入我们追求健康行列的新朋友，在我们深入探讨甜菜根汁的优点之前，诚挚欢迎您的加入，让我们携手共同迈向健康之道。请记得持续关注我们，以免错过任何重要的健康资讯。我们非常荣幸能协助您开启这趟健康之旅。如果您正在阅读这篇文章，欢迎在留言区分享您来自哪个地区，我们很期待听到您的回音。那么让我们开始吧。当您开始饮用甜菜根汁时，血压会随之下降。如果您认同这份资讯，请在留言区输入1，若不认同，则输入0。甜菜根汁是一种强效的天然高血压辅助疗法，其背后的科学原理非常迷人。甜菜根含有天然的硝酸盐 nitrat， 您的身体会将其转化为有益血管的一氧化氮 nitric。一氧化氮能让血管放松并扩张，藉此舒缓心脏的压力。这个过程能有效降低血压，并促进血液循环，更有效率地将氧气与营养输送至大脑、心脏与肌肉。请不要只听我的一面之词，这是有坚实科学根据支持的。根据一项发表于高血压 Hypertension 医学期刊的研究指出，对于高血压患者而言，每天饮用250毫升约1杯的甜菜根汁能有效降低血压，在饮用后的几小时内即可观察到效果，而长期饮用的受试者则显示出更显著的长期益处。甜菜根汁能自然且有效地协助管理高血压，特别是对于希望减少药物依赖的族群来说。更令人惊艳的是，甜菜根汁降低的不只是血压，它还能减少心脏病与中风的并发症风险。透过增加血流量并减轻心脏负担，它对心血管系统的注意是极少数天然食疗能比拟的。甜菜根汁可能是维护心脏健康或控制高血压的一种简单且天然的方案。微小的改变往往能带来改变人生的效果，包括增加耐力与能量。甜菜根是让身体重新焕发活力与增强体力的天然方式。甜菜中的天然硝酸盐能促进氧气流动，特别是流向肌肉的部分。从甜菜根汁的硝酸盐转化而成的一氧化氮能让血管放松与扩张，这增加了流向肌肉的含氧血流量，为您的巅峰表现提供动力。因此，甜菜根汁在运动员与健身爱好者之间非常受欢迎。研究证实，运动前饮用甜菜根汁能显著提升耐力与表现。根据应用生理学期刊《Journal of Applied Physiology》的一项研究，甜菜根汁能帮助运动员延长16%的运动时间。
这种差异非常显著，特别是对于想要在训练或比赛中挑战自我极限的人来说。不仅是运动员能从这种天然能量增强剂中获益，不论是在工作、休闲或运动时，甜菜根汁都能提升您的能量并减轻疲劳感。它就像是天然的运动前饮品 ，pre-workout 却没有咖啡因或人工添加物的负担。甜菜根汁可能是对抗疲倦与提升活力的秘密武器，稍微改变一下您的生活常规，就能改善心情与表现。接下来是打造健康的肌肤。如果您渴望拥有亮丽的皮肤，一杯甜菜根汁可能就是关键。甜菜中强大的营养素能由内而外改善肤质，它最棒的益处之一是天然的净血功能。甜菜根汁能促进循环，将氧气与营养素送到皮肤细胞，带来健康且生动的光泽。除此之外，甜菜根汁富含维生素，这是一种能对抗自由基并修复皮肤的抗氧化剂。它能减少瑕疵、黑斑与肤色不均，让您的皮肤看起来更清透年轻。维生素才能增加胶原蛋白的生成，使皮肤保持弹性并减少细纹与皱纹。更令人惊奇的是，甜菜根含有赋予其深红色的甜菜红素 beta-lanth。这些抗发炎与排毒成分能减轻浮肿并舒缓敏感肌肤。甜菜根汁的高含水量还能防止前燥，使肌肤呈现水润感。甜菜中的抗氧化剂能保护皮肤免受环境污染物与紫外线的伤害。根据皮肤科学期刊的研究，甜菜根汁是追求健康光泽肌的一种天然且经济实惠的替代方案，可取代昂贵的化妆品与保养品。您的肌肤会感谢您为其内在保养所做的努力。接住是促进心脏健康。您的心脏辛勤工作以维持生命，所以请好好呵护它。这就是甜菜根汁发挥作用的地方。这种护心饮品中的营养与化学成分能多方面支持心血管健康。其中最强大的益处之一是高含量的硝酸盐，这种物质能扩张血管，改善循环与心脏功能。甜菜根汁能增强心肌强度并促进血流。根据《心脏病学》期刊的研究，甜菜根汁能改善心脏衰竭患者的肌肉功能，提升体能并减少疲劳。它能以天然的方式支持心脏健康。甜菜根汁的另一个好处是胆固醇管理，其中的甜菜红素与类黄酮 flavonoids 能降低低密度脂蛋白，俗称坏胆固醇，并提升高密度脂蛋白这类，俗称好胆固醇，并提升高密度脂蛋白，俗称好胆固醇。甜菜根汁能平衡胆固醇，减少导致心脏病与中风的动脉斑块风险。此外，甜菜根汁中的钾离子能调节血压与脉搏，钾能减轻钠对血压的影响，而高血压正是心脏病的主要风险因子。只要在日常生活中加入甜菜根汁，就能支持心脏健康。这种富含营养的天然配方能优化心脏功能，降低心脏病风险。紧随其后的是大脑增强功能。想象一下，每天喝甜菜根汁来增强大脑运作。是的，这杯色彩鲜艳的饮品不仅是身体的享受，更是纯粹的大脑补给品。关键就在于硝酸盐。当这些硝酸盐转化为一氧化氮时，大脑会获得更多血流量。根据研究，甜菜根汁能增强前额叶皮质 prefrontal cortex 的血流量。为什么这很重要？因为前额叶是大脑的控制中心，负责记忆、决策、专注力和创造力。
甜菜根汁能改善大脑循环，让您保持思绪敏捷。随着年龄增长，大脑获得的血液灌流会自然减少，这可能导致记忆力减退与认知困难。甜菜根汁能天然地预防此情况。老年学期刊《JAMA Gerontology》报道指出，运动前饮用甜菜根汁的长辈，银发族其大脑神经连结与认知能力表现更好，就像是同时锻炼大脑与身体。甜菜根汁是增进大脑功能的简易天然方法，不论您是在工作、读书或面临老化挑战，这都是对心理清醒与长期认知健康的日常投资。接下来是促进排毒。肝脏是身体最终极的多功能器官，负责过滤毒素、处理营养，并维持系统运作。由于现今忙碌的生活形态与不良饮食习惯，您的肝脏可能需要额外协助。甜菜根汁作为天然排毒剂，能帮助肝脏运作得更好。其中的秘密在于甜菜碱 betaine， 这是一种存在于甜菜中的强效抗氧化剂。甜菜碱能帮助肝脏更快地分解并清除毒素，减少肝脏受损。不仅如此，它还能减少肝脏脂肪堆积，若不处理，脂肪肝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甜菜根汁透过辅助脂肪代谢来协助肝脏功能，它不只帮助肝脏排毒，也惠及全身。健康的肝脏能改善消化、能量与皮肤状况，就像按下系统的重新开机键一样。赋予甜菜亮红色的甜菜红素具有抗发炎与抗氧化特性，能保护肝细胞。研究显示，甜菜根汁能排毒并保护您体内最重要的器官之一。如果您感到身体迟钝或沉重，可以尝试饮用甜菜根汁来焕发您的肝脏与身体活力。随后是减少发炎反应。当身体出问题时，会以发炎来反击，但长期暴露于慢性发炎环境会严重损害健康。从关节疼痛到慢性病，许多问题都是由发炎引起的。甜菜根汁这种营养饮品能安抚您的身体。甜菜红素是抗发炎的关键，这些抗氧化剂能减轻发炎反应，帮助身体更快修复，并缓解关节炎、僵硬、肌肉酸痛以及与心脏病和糖尿病相关的隐性发炎。它的生物功能更令人印象深刻。甜菜根汁透过降低氧化压力并中和自由基，将组织与器官的损伤降至最低，这就像是增强您的天然防御力。最棒的是，您不需要花费数周或数月就能感受到差异。饮用几天后，许多人回报关节不适感减少，且灵活度提升。对于厌倦发炎困扰的人，何不让甜菜根汁帮您减轻负担？此外，它还能协助体重管理。甜菜根汁可能是您减重时的最佳伙伴。这杯缤纷的饮品热量低且富含营养，其高纤维含量能让您保持更长久的饱足感。甜菜根汁透过降低食欲、减少零食摄取，帮助您达成热量控制目标。它同时也能促进消化。甜菜纤维有助于调节肠道蠕动，并为养肠道益生菌。健康的消化系统能帮助吸收营养并排除废物与毒素，从而促进减重。甜菜根汁还能提升能量，这是减重的另一个好处。天然硝酸盐增加肌肉、血流与氧气输送，让保持运动习惯变得更容易。这种天然的能量补给能帮助您完成锻炼或在整天保持活跃。此外，甜菜根汁具有低升糖指数 low， 即能防止血糖飙升，帮助维持能量平稳并减少对甜食的渴望。每天饮用甜菜根汁是一种简单且有效的体重管理策略。接着是增强免疫力。
维持强大的免疫系统对健康至关重要。甜菜根汁因其丰富的维生素与矿物质含量，能天然地提升免疫力。维生素 铁、镁等成分能加强身体防御机制，并对抗感染。维生素啜为抗氧化剂，能促进白血球的发展，以对抗细菌与病毒，并保护细胞免受自由基伤害。甜菜根汁还含有优质的铁质，您的身体需要铁来制造血红素及红血球中的载氧蛋白。强大的免疫反应需要充足的氧气供应，以提供细胞对抗入侵病原体所需的能量。甜菜根汁中的镁能调节免疫活动并降低发炎，这些营养素共同协作，增强您的身体韧性。甜菜根汁不仅是美味的饮品，更为您的身体提供了保持强壮所需的工具。接住是辅助消化系统，维护消化道健康极其重要。甜菜根汁因高纤维与维生素含量，能天然地帮助消化。甜菜富含膳食纤维，这是肠道健康的英雄，能预防便秘，并让消化系统运作顺畅。甜菜根汁还能天然地清洁肠道，冲走毒素与废物，让肠道内的益生菌更活跃。这些好菌帮助消化食物，吸收营养，并提升免疫力。良好的肠道微生态能促进更好的消化，减少消化障碍。甜菜根汁中丰富的甜菜碱有助于肝脏分泌胆汁以分解脂肪，天然硝酸盐则能增加流向消化器官的血流。甜菜根汁对于胀气、排便不规律或消化缓慢的问题非常有帮助，对抗癌症也是其重要功能之一。甜菜的亮红色象征了其抗癌潜力。甜菜中的甜菜红素能保护身体免受自由基伤害，自由基会损害细胞，并导致癌症等慢性病。甜菜红素能在自由基造成伤害前将其中和，降低大损伤这个癌症主因。其抗发炎与抗肿瘤特性使甜菜红素成为有效的抗癌战士。甜菜根汁已被研究其降低乳癌、大肠癌与肺癌风险的能力。根据《癌症预防期刊》的研究，甜菜抗氧化剂能防止癌细胞发展并促进其凋亡。甜菜的高纤维含量能维持规律排便并降低消化道毒性。维生素许锰则进一步强化了这些抗癌特性。最后，甜菜根汁能促进健康的孕期。对于孕妇而言，甜菜根汁是均衡饮食的极佳补充。它富含叶酸、维生素铀，这对胎儿发育至关重要。叶酸是建构神经管及未来的大脑与脊髓所必需的营养素。产前摄取充足的叶酸能预防神经管缺陷，如脊柱裂，并强化胎儿成长。甜菜根汁还有其他好处，丰富的铁质能制造红血球，并预防孕期贫血，改善母体与胎儿之间的氧气运输。天然硝酸盐能增加血流，减少水肿并支持健康的血压，有助于预防子痫前症 （preeclampsia）。维生素强化免疫系统，钾则能维持电解质平衡并减少抽筋。它还能支持肝脏排毒，帮助身体处理怀孕带来的额外负担。当然，孕期的任何饮食调整都应先与产科医师讨论。在了解这么多好处后，让我们来学习如何正确制作甜菜根汁。首先，选用新鲜的有机甜菜根，以避免农药
残留彻底清洗，并在表皮粗后时削皮。将甜菜切成小块，以便搅打，加入适量的水以增加顺滑感。混合其他蔬果，如胡萝卜、苹果、生姜和柠檬，能大幅提升口感与健康效益。搅打完成后，您可以过滤以获得顺滑质地，或保留果肉以摄取更多膳食纤维。饮用时机也很关键，最好在早晨空腹饮用，以提升吸收效率并开启一天的活力。若作为运动前饮品，请在运动前2到3小时饮用。专业小提醒：甜菜根汁效果强大，建议先从半杯开始尝试，再随身体适应状况逐渐增加分量。关于副作用，虽然甜菜根汁好处多多，但仍有一些注意事项需要留意。第一，如果尿液或粪便变成红色或粉红色，请不要惊慌，这是所谓的甜菜尿 （Bituria） 现象，属于正常反应，对人体无害。第二，肾结石患者需特别小心，甜菜中的草酸盐 oxalate 可能导致敏感体质者产生结石，饮用前请务必咨询医师。第三，注意血压变化。甜菜根汁具有降血压效果，对于血压原本就较低的人，可能会导致血压降得过低，应密切监测血压。第四，过量饮用可能导致胀气或腹泻，请从小分量开始，让身体适应。在极少数情况下，甜菜可能引起过敏反应，如皮疹。掌握适量是安全饮用的关键，通常1天1杯即可获得效益并降低风险。总结来说，每天饮用甜菜根汁能改善能量、心脏、大脑、皮肤与消化系统健康。请记住，适量饮用与正确制备是确保获得效益且无副作用的关键。您尝试过甜菜根汁吗？您最喜欢怎么搭配饮用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您的经验。如果您喜欢这些资讯，请将这篇文章分享给更多关心健康的朋友。感谢您的支持，让我们在追求健康的路上同行。